按照这个尼氏的这传统来讲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藏族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右手拿着转经轮，左手呢就是拿着这个念咒就是念咒，这样的这个传统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存在的。但现在呢就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这种这个传统学佛的这样的这个传统的话呢，有些是看着这个迷信的。有些呢，就这是就对他们来讲是无所谓的态度。其实这是特别愚痴的一种这个行为。我们都知道在现在这个各个大学，包括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或者说是北京大学汉地各个高校的这些知识分子，老师和学生都是到这个藏地来这个求学。学习佛法，同时呢，我们藏民族的优良的传统，拉着转经轮，拉着念咒，这些都是现在反而他们的这个身上呢，他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呢，经常就是非常明显的出现就明显的出现。而我们的这些好多老年人的话呢，整天都是看一些电视电影一直混世间。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怜非常的这个可怜，甚至我们有个别的一些年轻人呢就好的一些知识呢，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好的知识呢，他们都不会学，而不好的包括就是染头发或者说是画眉毛或者说是这个口红或者说是把头发也是像那个公鸡的头一样的就是特别难看。那么这些如今藏族这个青年每天都是到一些卡拉 OK 厅或者说是这个打麻将就是到一些不清净的这个场合里面就是做各种各样就是不好的这个事情呢。那么现在藏地很多的这些青年呢，该学的知识呢，就是都不学不该这个学的这些不好的包括西方国家和现在汉地一些文明的城市里面呢，这些都是称为是一种这个垃圾就这些垃圾呢，就是反而我们在藏地呢，就是非常这个受欢迎就受欢迎，这就是我们应该这个值得观察的。甚至现在这个嘉绒地区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包括这个戴这个狐狸帽然后这个衣服上用的这个水獭皮还有豹子皮老虎皮还有呢就是经常就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皮草衣服就皮草衣服就是在这个穿着。其实这个呢，不管是在藏地也好，在这个世界各个文明的国家的话呢，大家都这个受到就是非议受到非议。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08年的时候08年1月27日的时候呢，在这个西班牙的国家就有200多个人裸体示威游行。裸体示威游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代表就是世界保护这个动物保护就是组织就是他们呢就是要求我们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呢就是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呢，全部都是动物的皮那么动物的这样的这个皮的话呢，其实为了做一件衣服是要杀害多少个众生呢？多少个生命呢？那么这些生命都是有血肉的，有苦了的，不应该就是人们这个肆无忌惮的或者惨不忍睹的残害这个其他的生命。所以呢，就不管是在这个印度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日本也好或者说这个美国也好，包括这个中国的很多文明的城市里面呢，对这个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受到这个极大的这个排斥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中央台就中央频道当中的话呢，也经常这个播放现在人们就是喜欢这个使用皮草使用皮革，那么这些呢，就是受到世界各个的保护这个保护动物组织的这个呵斥。同时呢，我们人类就是真正是要有良心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要交换自己的位置，换位思考。如果别的一个生命为了就是穿我们的这种为了他这个穿上自己的衣服割下我们的或者割掉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话呢，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想
现在这个很多这个藏地的话呢，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汉地的个别地方的话呢，也是这个就经常就是受到就是别的一些这个有良心的人、有智慧的人的这个牵制。因此呢，以这个家中为主的很多藏族人的话呢，那么也应该自己思考。我没有劝你，就是你们不能这个穿这样的这个皮草衣服我不是这个以个人的名义来牵制你们了，但是你们要睁开这个眼睛，应该要看看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这个保护的。其实我们穿如果动物的皮的话呢，这是一个野蛮的行为。因为古代的时候，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早期社会的时候呢，因为人们就是现在实在没办法这个穿衣服，因此呢，经常就是当这个一些猎人那么就是杀害一些这个动物以后呢，把他们的皮呢就是自己这个穿上。那么现在人类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除了动物的皮这个皮毛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这个柔软的、温软的这些医生呢，就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有没有必要呢？希望这个有识之士，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真是要这个值得观察。也许有些人呢，以一种狭隘的，以一种其他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蔑视这种观点蔑视这种看法。那么这也是我非常这个理解你们的这种这个想法。但是的话呢我们想要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真正的发展呢，并不是说是外面的一个财富经济上的发展，应该说是内心的慈悲和内心的这种这个真善美如果人类没有这样的就只要是有机会的时候呢，杀害其他众生的这样的这个手段的话呢，我想是这不是这个人类的良知。所以这是这个我想到的这个说大家在这个穿着方面呢，应该就是不能舍弃古代的这种文明的这种意识就文明的这个意识那么第三点呢，